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东的局势愈来愈紧张。巴基斯坦18以反制恐怖分子的名义向伊朗发动报复攻击，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几十粒导弹射向伊朗东南部加巴基斯坦小接的西斯坦俾路支省，土坑被炸出一个大坑，攻击的目标是俾路支解放电线。 روستایی که 3-4 کیلومتری مرز ایران هست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اینها کشته شد. 不过，这两个拢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跟咱拢希望局势卖阁扩大。伊朗外交部18表示，全力甲巴基斯坦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过呼吁伊斯兰马巴德当局唔通伫咧家己的领土上建立恐怖分子基地。巴基斯坦也发表类似声明，讲反击行动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家己的安全甲国家的利益，是根据情报对恐怖分子藏的所在做精准的打击。自去年10月初7以下冲突以来，这种越境侵略的针对性事件，让大家真担心中东不稳定的局势会愈来愈扩大。 土耳其、俄罗斯、中国拢呼吁双方小可较实力，德黑兰强烈谴责这边的攻击，召见巴基斯坦驻伊朗的外交官，要求做出解释。这两个国家在这礼拜先后互相空袭对方。16拜二，伊朗先攻击巴基斯坦境内逊尼派激进组织正义之军基地，造成包括囡仔在内的死伤。巴基斯坦当局正不满调回驻伊朗大使，而且不爱让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登去伊斯兰马巴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